明侯，这是不是明侯。这人什么来头？你要不要问问那只信鸽？哼，说的有道理，刚刚不该把他放了的。能做到这个程度，又是使用如此巨剑之人，我只想到一个：怒剑仙，严战天。黑衣小子，你们刚刚说的我都听见了。既然遇见了，你们就和我一起走一趟唐门吧。唉，为什么我一入江湖就要遇到这种绝世高手？不容易啊，不容易！你带着叶若依先走，我刚刚才压制住他的伤势。如果再经历一场大战，怕是神仙也救不回他的命。我来拖住这个人，你可以吗？如今的我，比起那日佛国一别，可又要厉害了很多呀。那就此别过，后会有期。这唐脸，怎么几个月不见？就变得不老实了？不是不老实，只是要随机而动。不是随机而动，是随心而动。唐门还是雪月城？你的心需要早日做出选择。前辈，你的对手是我。神足通，天眼通。没错，都是厉害的武功。还有这个叶鼎之的大家业长，我知道你是谁了。有点难度哦。还是大家业长，这招叫罗汉定。罗汉定，有趣的变化。不过就算是佛陀，也顶不住我的。你入逍遥天境了？入了逍遥天境又如何？面对怒剑仙这样的前辈，还不是只有挨打的份？传说怒剑仙的剑招只有30，不知小僧是否有这个荣幸，能见到这3剑？你想见我的剑？也好，你有这个资格。第一剑，怒拔剑。怒剑仙这一剑杀意很重啊。哼，不错，我确实想杀了你。为何？你既然知道我是谁，问这个问题是不是太蠢了？是了，动手不留余地，杀人不问是非。怒剑仙杀人，从来都不是一件需要理由的事。非要说理由的话，因为你是叶鼎之的儿子。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，就是没和你老爹交手。所以就来欺负我这个儿子，这不是长辈所为吧？所以就想杀了你，解一解心中的气。前辈，你想杀我可不容易。哦，怎么不容易？因为我会跑。虞姬，快跑啊！这家伙我们搞不定的。跑？哼！第二剑，怒剑斩！不要回头！无法无相功，
这就是当年叶鼎之所用的功夫吗？好，前辈谬赞了，还不够好，下次会更好。有趣的小和尚。唐毅、唐丽、唐玉，唐门老一辈仅剩的3个老人都在这里了，持伞鬼。二城主，好久不见。是啊，你们2人12年前还曾合战魔教，今天却是要拔剑相向了。当年一起并肩战斗，我自然记得。只是有些事，并不是我所能决定的。暗河，还有唐门，哼，这样的联手真是少见啊。这是苏昌河的手笔吧？不过是区暗河2位家主，唐门3位长老，杀了便是。剑起！这就是剑仙之剑。相比之下，沐雨的剑只能算是凡人之剑。所谓凡人之剑，不论意境，只有杀心。
不见。你有一柄好剑，跟着我的动作。这才是真的风雅。江南段家，差远了。这是若一剑舞。是的，若一剑舞。相传是叶家在战场上所创的舞蹈。这个剑舞有上下两谱，上谱曰云门，若行云流水，闲庭漫步；下谱曰杀阵，杀气横行，千里可闻。这一舞想必便是云门，只是有舞无乐，似乎有些可惜了。吴宇轩那么多歌姬乐师，怎会无乐呀？不是我小看你，雪月城，能配得上若一剑舞的乐手可不好找。这是我的弟子，萧瑟。好，好，好，这一次百花会，我没有白来。劳驾，借萧一用。如剑仙，谢轩。不用顾虑我，此生能见一次真正的若一剑舞，是我的荣幸。我欲乘风向北行，雪落轩辕大如洗。我欲借船向东游，绰约仙子迎风力。我欲踏云千万里，庙堂龙吟奈我何？昆仑之巅暮日光，沧海绝境
见青山。长风万里雁归来，不见天涯人不回。好巧，又见面了。虽然我也不太懂这其中之事，不过这开场白是不是略微有些烂？简直烂到令人发指。是啊，又见面了。有美人兮，见之不忘；一日不见兮，思之如狂。有故人要到了，还不快跑！不急，今日得见雪月城少年子弟，才知江湖第一城不是妄言。这次百花会没有白来，就此别过。没有什么可以赠送的，便送你们几本书吧。这是若一剑舞虽是好舞，但杀伐之气太重，你身体不好，不可常舞。此舞名为惊鸿，所舞之时，如鸿雁在空中翱翔，重柔美，少杀伐，与你有益。多谢先生。这位小兄弟，我们是否见过？稷下学宫。那这本书我便没有送错。这本书没有名字，因为是我写的，名字还没有想好。若是你看完之后想出什么好名字，便自己写上吧。我常常听你师父抱怨，收了个假正经的徒弟。可刚刚得见小友朗声高歌，却颇有你师父年轻时候的风采。我送你一本书，这本书你师父年轻的时候也很喜看。师父年轻时就爱这个？小白莲拂30杯，指尖浩气响春雷。别浪费了。晚辈记下了。果然是个一本正经的。喏。这是什么啊？晚来雪，这是江南才女谢飞轩所著，情之动人，连宫里的娘娘据说都看哭了。送你这一本《晚来雪》，学学里面的主人公。下次见面，别再说那么尴尬的话语了啊！好了，我要走了。我才刚来，你就要走？真的这么怕我？相见不如不见，不见如相见。眼虽不见，心已见。死书生，凶女人！去死吧！
小仙女，我很想你。你下山了？我下了山，就不回去了。道剑仙，赵玉珍。不好对付啊。不过你们伤了我家小仙女，那么无量剑阵，起！虚妄！佛家有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佛家？那不知道剑仙，你是如何说的？凡所有相，除小仙女之外，皆是虚妄。不过是道家障眼法，还以为真唬得了我们？这是道法，亦是剑术，因此他们也不是虚妄，是剑气。剑去！日中则移，月盈即亏。莫非这一次我真的来晚了？大家长，这样下去，我们都会死。无量剑阵，归根结底是赵玉珍的剑气之阵。破了赵玉珍手上那柄桃剑，阵也就破了。还请大家长为我们寻到一丝破绽。没有办法，定不会让大家长失望。好，那就让我为这位道剑仙铺上一条死路。来不及了！暴雨梨花针，小仙女！这就是神幽玄境吗？就算是神游一刻，也……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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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是见了鬼了！你是谁？来杀你的人呢？据说你年纪轻轻就已经踏入了逍遥天境，看来是真的。就这样死了，真是可惜。